大家好啊！今集嘅內容係想同大家講解入小型工程文件所需要嘅時間啦，個流程大約係點，同埋有少少究竟入小型工程有咩重點要留意嘅。咁啊，首先入之前就大家要決定翻你自己想做嗰個工程，究竟係第一係需唔需要入小型工程先啦。如果係要入嘅話，究竟係入1級小型工程、2級小型工程定係3級小型工程呢？咁呢都係取決於你嗰入嗰個工程係做啲咩工程啦，同埋佢嘅複雜程度啊、規模啊各樣嘢而定嘅。咁我亦都有其他片係講解一啲譬如常見嘅工程項目點樣分佢係咩級數啊咁樣。大家如果對呢一方面有其他問題嘅，亦都歡迎可以留言俾我，或者私下 send 資料俾我，同你睇一睇清楚究竟你做嗰個項目係屬於1級、2級定係3級小型工程。定係其實唔使入啊？定係應該要入翻一個 A&A 咁樣去做咧？咁啊，如果事不宜遲啦，首先同大家講解1級小型工程有啲咩項目要留意，同埋個流程係點樣咧？嗱，呢一個表咧就係講解有關於1級小型工程成個流程係點樣，同埋有咩留意嘅。咁啊，首先大家第一步當然係決定咗邊間公司同你去做呢個小型工程啦。咁你委託咗佢啦，冇問題啦。咁你就算提一提就係，如果你係進行嗰樣嘢係1級小型工程嘅，就千祈唔好揾啲2級或者3級小型工程牌嘅人做啦，要確保翻佢嘅牌係1級小型工程嘅啦。咁1級小型工程咧就同時要聘請一個叫認可人士 AP 嘅人咧，即係一般係建築師咧，就同你去準備啲圖則啊文件咁樣嘅。咁而家你委託咗佢冇問題咧，咁佢就會跟翻屋宇署嘅指引啊。咁啊，第一件事佢哋個工作就會睇翻佢原有屋宇署嘅圖則，就確保佢嗰樣嘢係邊樣嘢係結構，邊樣嘢係拆得，邊樣嘢唔拆得啊。咁啊，睇清楚冇問題嘅話，就影埋啲事前相咧。咁佢就會準備一份叫做 MW01嘅一個表格啦，就即係證明話可以1級小型開工嘅表格。咁啊，表格就連同啲工程嘅相片啊，即係事前未開工之前嘅相片啦。咁佢呢度就寫明嘅，除此之外仲有一個叫監工計劃書嘅。咁啊，監工計劃書佢呢度就寫咗咧，係要跟翻佢個技術備忘第6.4段嘅。咁陣間呢一個6.4段，我哋要同你詳細少少再講解清楚嘅啦。究竟係咪全部小型工程1級嘅都要準備呢份監工計劃書啊？即係一個叫 SSP 啦 ，Site Supervision Plan， 係幾時咩情況係要，咩情況係唔使嘅咧？咁啊，並唔係話全部1級小型工程都需要嘅，佢係寫明係有啲情況係要，有啲情況係唔使嘅啦。咁我哋後半段都會同大家詳細再講一講，究竟係邊啲情況係需要提交嘅啦。咁啊，你做完晒呢啲之後入咗啦，咁佢呢度有份 MW33表格。咁呢個係幾時用嘅？就係譬如你入咗嗰份文件，去到你真正開工，甚至乎你開緊工嘅時候，你中間覺得有啲咩係比較大型嘅改動咧，咁你要補翻啲文件啊，或者改圖嘅話咧，都要用呢份 MW33嘅表格去做一個修改啊、修訂咁樣嘅。咁如果你最後起出嚟嗰樣嘢，同你開頭出圖嗰樣嘢個分別唔係太大嘅話，就唔需要補呢份 MW33嘅表格嘅。咁啊，跟翻你嘅流程啦。如果你 MW01入完啦，咁你等足7日啦，連埋啲圖冇問題嘅話，咁你入完 MW01咧，佢即刻俾個編號你嘅。如果等到冇問題7日之後咧，咁啊其實你就可以去進行呢個工程啦。咁啊進行呢個工程當中就會你要定期做呢個叫做監工啊，去確保個安全啊，確保你做出嚟嘅嘢中間影翻相係同你之前嘅計劃係一樣啦。咁啊，如果你有監工計劃書嘅話咧，咁你地盤監工咧就要跟翻個監工計劃書去做嘅。如果冇嘅話，咁你就咁即係唔需要話有個特別嘅屋宇署嘅要求去跟啦。咁你入完之後咧，1級小型工程冇問題，咁你開工啦。去到開咗完成咗個工程之後啦，咁你就喺完工之後14日內咧，咁你可以完工即日，譬如你今日完工，朝頭早完工咧，晏晝去入報完工表格都得，或者你等到完工當日14日內你去補翻個 MW02嘅表格去報完工都可以嘅。咁你完工有咩文件要俾咧？就譬如如果你啲圖則啊，或者你啲施工圖啊、平面圖啊，有啲咩少少嘅修改咧，都喺呢度去報埋完工嘅時候補埋嘅。咁另外有啲譬如完工全部嘅相片啦，
咁你都要連埋份 MW02 報完工嘅表格咧，去入埋俾屋宇署嘅。咁如果你當中有啲咩其他嘅一啲工程嘅文件啊，你亦都可以喺連埋呢份 MW 完工表格去交埋俾屋宇署去留底啦。咁你如果你完成之後，咁屋宇署有翻個蓋印確認信嘅話咧，咁你成件事就一級小型工程成個流程就完成㗎啦。咁即係成個流程就係，譬如你最快嘅話，你一啲譬如真係雖然係一級小型工程，但係你個項目係好細嘅，好快完成嘅。最快嘅情況就係，譬如你搞掂咗，即刻入文件開工 MW01 表格，等7日冇問題。咁你開工，譬如你1日之後即刻完成工作啦，咁就即係第8日啦。咁你完工之後，你即刻報完工，咁其實你成個就第9日已經係全件事呢個一級小型工程成個項目就可以完成嘅啦，最快嘅程序。咁呢個就係大概一級小型工程嘅流程同埋嗰個時間啦。咁啊呢一個另外一個表就係屬於二級小型工程嘅一個流程俾大家睇一睇啦。咁啊二級小型工程比一級小型工程就簡單啲，因為佢其實就唔需要你聘請呢個認可人士 AP 去進行呢個小型工程嘅。咁但係你要確保佢啦，你二級小型工程嘅話咧，你淨係可以委託一級小型工程嘅承建商或者二級小型工程嘅承建商去做，就唔可以揾啲持有3級小型工程牌嘅人去做啲二級小型工程啦。咁啊都係同一級嗰個大同小異啦。首先你定咗之後咧，就你委託咗佢做啦，佢做咗冇問題嘅話，咁佢就喺就由個二級小型工程係承建商去負責去準備啲圖則啊，準備啲開工之前嘅相啊，連同嗰份 MW03 嘅表格，全部嘢入埋俾去屋宇署啦。咁屋宇署收咗你份文件之後咧，佢就會即時俾翻一個確認信俾你，上邊有一個叫 MW number 嘅一個編號啦。咁嗰個就係你第時要嚟報完工都係用翻嗰個編號去報完工噶啦。咁你入咗之後，又係等7日冇問題嘅話，咁你現場就可以開工噶啦。咁你開工完之後，又係好似頭先一級類似啦，就係你可以開完工朝頭早完工，下晝即刻去報完工又得，或者你最遲可以喺完工之後14日之內咧，就連埋頭先嗰啲工程嘅相片啊、工程嘅圖則，如果你冇乜大修改嘅，咁你就咁入翻你原本嗰份圖則啦，入翻嗰啲完成之後嘅工程相，咁就有一份表格就係叫 MW04 嘅表格，就係報完工嘅。咁你報完工之後，就成件事二級小型工程嘅項目就完成㗎啦。咁啊，二級小型工程就係完全唔需要你入嗰啲監工計劃書啦，即係唔需要有個 Site Supervision Plan 啦，亦都唔需要你俾嗰啲APRSC 嘅文件啊、圖則啊嗰啲都唔使嘅。咁你呢個二級小型工程就係簡單啲啦，比較一級小型工程、二級小型工程。最後呢個咧就係3級小型工程嘅流程啦。3級小型工程嘅流程就比1級、2級再更加簡單啲啦。只不過你委託咗個3級小型工程，即係確認咗嗰個項目係3級小型工程啦。你委託咗個1級或者2級或者3級小型個工程承建商，咁啊佢同你準備咗啲圖則啊，準備啲相片啊咁樣。咁啊要留意咧，就其實3級小型工程，如果有啲項目係再簡單啲話，其實屋宇署係可以接受你冇圖則嘅，你就咁有啲相片俾佢，連埋嗰份MW05嘅開工表格，唔使開工添啊！如果你3級小型工程嘅話咧，咁你就咁委託咗一個1級或者2級或者3級小型工程嘅承建商啦，咁佢就睇嗰啲嘢冇問題，佢就全部影晒事前相片，咁其實佢就可以去開始進行個工程啦。咁佢工程完成咗之後14日之內，佢連埋啲相片啊，連埋圖則，就向屋宇署就準備一份 MW05 嘅完工表格去俾翻屋宇署，咁啊其實成件工程就可以完成噶啦。咁注意啦，其實如果3級小型工程係一啲比較相對簡單啲嘅項目咧，其實屋宇署就直情唔要求你提供任何圖則，佢都會收貨，淨係相片佢都可以嘅。咁去到頭先講翻啦，係咪全部1級小型工程都需要聘請呢個認可人士之外，係咪需要聘請呢個註冊結構工程師 RSE 咧？咁其實喺屋宇署呢個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嘅呢個咁嘅技術指引裏邊，
亦都有講到啦。嗱，呢度項目寫住啦，喺邊啲情況之下咧，就其實如果認可人士都可以做埋嗰啲結構圖則嘅，就係第一，你個建築結構高度係少過10米啦，即係唔係話你棟大廈矮過10米，唔係話3層樓高啊，係你而家你起嗰嚿嘢係唔過10米高啊，嗰個結構。咁你好少，其實如果10米高都好高嘅結構嚟㗎啦。咁又或者你個建築結構嘅跨度係少過6米嘅，即係你起一嚿嘢係其實冇6米咁長㗎啦。咁亦都係，如果你嘅結構係用木材啊、石啊、鋼啊、混凝土啊、鋼筋，咁其實大部分我哋做緊小型工程項目都係呢啲材料㗎啦。咁其實即係除非比較一啲特別嘅結構材料之外咧，其實一個普通認可人士都可以做埋呢啲圖。咁另外一個寫明就係話，如果你個建築結構嘅擴展基腳，即係嗰個 foundation 啊，係嗰個地面承載力係少過300個 kPa， 即係其實呢啲如果你講緊呢個情況就係，如果你唔係牽涉挖掘，唔係牽涉一啲地基嘅項目咧，其實都係唔需要呢個註冊結構工程師啊，唔需要呢個註冊岩土工程師嘅。咁另外一啲就係唔影響現有承重結構構件嘅結構改動，即係你唔牽涉結構改動嘅話咧，即係一般譬如佢個嗰樣嘢唔係結構改動嘅嘢咧，其實你都唔需要請個註冊結構工程師嘅。咁基本上，如果你做得小型工程項目，其實大部分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一個認可人士，即係建築師啊，一個 AP，其實已經可以唔需要請註冊結構工程師，已經可以完成到1級小型工程嘅項目噶啦。除非係一啲比較特別嘅情況，咁就要去 check 清楚係咪需要同時聘請呢個註冊結構工程師啦。咁另外啦，頭先就係1級小型工2級小型工程同3級小型工程就一定唔需要你準備呢份監工計劃書噶啦。咁1級小型工程係有啲咩項目係需要準備呢份監工計劃書咧？咁其實佢就話睇翻呢個 6.4 項嘅。嗱 6.4 項佢又指翻你去第11項喎。咁嗱先睇 6.4 項先啦。如果你係拆卸嘅話就要啦。咁我哋就一般唔會拆樓噶嘛。咁唔會係地盤勘測啊、基礎啊、地盤平整啊呢啲，其實都唔會係一啲小型工程項目嚟嘅。咁你幕牆嘅話就要啦，可能而家即係啲 curtain wall 你去更換啊。咁呢啲項目就相關啲就加建改建。咁即係其實係呢2項嘅話係比較相關啦。咁我哋睇埋第11嗰度講咩啦？嗱，而家第11就係呢一啲情況就寫明啦。如果係屬於下列嘅情況咧，係唔需要提供呢個監工計劃書呢個 SSP 嘅。咁睇下係邊啲情況。如果係符合嘅就唔需要啦。嗱，如果頭先同嗰個類似啦，建築物嘅總高度唔多過10米，即係如果你一啲比較矮啲嘅大廈就唔使啦，3層樓下咁，可能呢啲少啲大廈係3層樓下嘅。咁建築物嘅樓層高度，即係你每一層樓嗰個高度唔超過5米，咁一般其實好多大廈都唔會5米咁高嘅，你嗰個牽涉嗰個樓層。咁如果你係5米以下嘅都唔使啦。嗱，如果你嗰個結構構建物嘅跨度唔多過6米，即係假設你做一個嗰條嘢，譬如你做一條橫梁又好，做一條承重嘅結構又好，嗰個結構唔多過6米嘅話咧，一啲比較短啲嘅嘢其實都唔需要做呢個監工計劃書嘅。咁如果你懸臂式結構嘅跨度唔多過1米都唔使啦。咁呢啲就我哋多數都唔會搞嗰啲懸臂式結構嘅。咁預應力嘅混凝土構件，如果冇嘅話，即係我哋牽涉小型工程，如果我哋要維修嘅話，唔牽涉呢啲預應力混凝土結構又係唔使嘅。咁另外就係如果你建築物如果係擋土牆唔多過 1.5 米又唔使啦。咁5米範圍內冇其他建築物同街道又唔使啦。咁另外呢度啦，就譬如你牽涉地盤平整嘅話，就好多情況都唔使。咁你唔係地盤平整就冇關係啦。嗱，咁如果講呢個改建及加建工程啦，如果你係唔牽涉拆卸或者更改結構工程嘅，即係話如果你做嗰個改動嘅話，你係唔影響啲結構嘅。
結構牆啊、結構柱啊、結構橫梁啊、結構樓板，如果你唔影響嗰啲嘅話咧，其實你都係唔需要入呢個監工計劃書呢個項目㗎。嗱，咁呢度寫明啦，小型工程第2級同3級都係唔需要入呢個監工計劃書㗎啦。咁啊，所以換句話講咧，其實你好大部分嘅小型工程，就算1級嘅話咧，都係唔需要你提供監工計劃書嘅，係比較有啲大型你覺得複雜啲嘅，咁啊可能先至大家遇到呢啲情況，可以或者去私底下短信啊，或者喺度留言俾我，就同你睇清楚係咪需要提供呢個監工計劃書啦。咁啊，今集要講呢個小型工程入嘅流程啊，大概嗰個時間啊、程序啊，有啲要留意嘅重點就係咁多啦。如果大家對於呢個話題有咩其他問題嘅，咁啊再歡迎留言俾我，或者私底下短信聯絡我啦。多謝晒。